我们的神是荣耀尊贵、配得颂赞的神，阿们吗？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姐妹，我们要一起来颂赞这位神。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我不晓得呢，我们怎样去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他是赐生命，他是赐智慧，他是赐一切恩典够用，让我们能够经历他丰富恩典的主。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记载在诗篇84篇1到2节。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上主万军的统帅啊，我多么爱慕你的居所，我多么渴慕上主的殿宇。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歌唱。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呢？是让你有盼望的哦。刚才我在跟一位青年面谈到是往生还是永生哦。这位神是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神，他把永生的意念早就放在我们的脑中哦。所以人一直去寻求，但是从外在的去寻求。所以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现在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他是永生的神。诗人他渴慕，他知道如何去抓住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何经历呢？是供应、医治，是安慰，是让你得力量，是保守你出你入的神吗？
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口，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依然一起来赞美他，颂赞归于他。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尊贵，你荣耀，你是救赎我们，你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造天、造地、造生命。愿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赏赐给敬畏你的儿女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远离你恩典的时候，你依然将这样的一个恩典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造天、造地、造生命的主，你赐下一切美好的事物给敬畏你的儿女们。你为人预备了那么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称谢赞美你，我们不以别的神来代替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口称你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永恒生命的主，你把这样的永恒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主，让我们好好来寻求你，寻求你的供应，寻求你的恩典。即使在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你是那么丰富的神，所以我们要颂赞你。我们有一个父爸爸，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支取你属天的各样的资源，因为你对着你的儿女们，你可以调动万有，让所有的资源能够为着敬畏你的儿女们来效力。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殿中一起来祷告寻求你，是多么的有福啊！所以让我们可以在这边来敬拜赞美，我们要向你来称谢，向你来颂赞。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将你所要赐的一切的福就赏赐在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愿意渴慕来寻求你的这些百姓的身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持续来到神的面前，继续来敬拜他。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他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
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你求告他，他就应允你；专心爱他，他必搭救你。在急难中，他与你同行，让他帮助你。他要拆盘，试着保护你；他要用手一生拖着你；他要让你享长久生命，让他帮助你。他要找他，他就应允你；专心爱他，他必搭救你。在急难中，他与你同行，让他帮助你。他要拆盘，试着保护你；他要用手一生拖着你；他要让你享长久生命，让他帮助你。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常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一直都在我们身旁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啊，主啊，在我们身旁里有谁呢？不管有谁，都是会倒，因为我们都是人。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主啊，是因为你是这位神与我们同行，在任何的境况我们都行，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来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们才会有根有基，我们的祷告才会有力量，我们才信心从神的话语来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请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在你的祭坛边，连麻雀也为自己筑巢，燕子找到了安置雏鹅的窝。住在你殿宇中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不断地在称赞你，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急切要往西安朝圣。阿们。我们是有福的人，阿们吗？什么是有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的有福是只有一口田，在神的下面我们有一口田吗？阿们。是。当我们的神，我们住在神的下面，神住在哪里？在天地之间。我们只要有在天地之间，我们有一口田，一口田，神就让我们所努力的都能够长出，按照我们的信心，按照我们的努力，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主的恩典何其大，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不管我们是不是仍然有家人在医院，甚至于被医院踢来踢去，但我们的主管定了。我们的主就是这一位，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生活有极难的时候，他必定要带领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来数算，你现在还能够活在这里，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向他来祷告，到如今我们的神都仍然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赞美，来感恩神做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让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能够双脚还是能够站立在主你的圣殿。主啊，我们仍然能够宣告主你的名。主啊，因为你保护我们，仍然让我们能够有一口气在。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主，你提醒我们，主啊，你是来帮助我们的。主啊，你的帮助那稳定，就像那山一样。主啊，当我们向山举目的时候，主啊，你的帮助就从你所造的这个天地而来。主啊，我们每次仰望你的时候，主，我们就不害怕。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在保护保守我们。主啊，我们出我们入，主你都在我们的身边。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应允我们，我们求告你。主，你应允我们，而且主你搭救我们，在你急难中，你与我们同行，你帮助我们。你不只是同行而已，主，你就是这一位最行的。那我们还要依靠谁呢？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派使者来保护我们。主啊，你用你的手一生来托住我们，特别是我们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主你就来帮助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透过你所创造的鸟雏鸟，主啊，透过你每天给我们的黑夜日出，主，我们就知道你是这位更新的主。主啊，你每一天都向我们来宣告，主啊，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主啊，你都向我们来宣告，孩子专心倚靠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这位最稳靠、最靠得住的主，而且是爱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的是主，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你。主，让我们的生命一生能够荣神益人。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持续在神面前，我们继续来敬拜他。你是良善
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次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我的安慰，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再一次来领受他的恩典。他是信实不改变，然而人总是在那环境当中，总是在自己的限制当中，甚至在岁月的当中，我们不断的在改变。那我们改向哪里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说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说：我说我完了，我惨了，因为我嘴里的每一句话都不洁净，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一样不洁净。况且我还亲眼看见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于是有一个6翼天使向我飞来，拿着一把火钳，夹住祭坛上燃烧着的炭。他用那炭碰我的嘴唇，说：这块红炭碰了你的嘴唇，你的过犯都消除了，你的罪被赦免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以赛亚他
亲自遇见这位荣耀上主的同在。当他经历那个荣耀的场面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自己在上帝的荣耀中会是什么感觉呢？以赛亚第一个感觉就是上面写的：我完了，我惨了。因为在全然圣洁的上主面前，我们更是知道我们自己是那嘴唇不洁净。特别透过那个时代，让我们再次看到，好像现在一样，我们看见了整个环境有许许多多不属神，甚至我们自己生命中也被这些不属神的信念、想法、情绪给限制、给影响。在上主荣耀同在当中，他带领我们要来寻求他。于是有一个6翼的天使，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想象那个画面。当我们觉得完了，当我们觉得惨了，当我们觉得无可救药了，当我们觉得要就地正法的时候，上主的心意却是透过他的使者拿炭来沾了我们的口。被洁净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悔改转向神的时候是什么感受？经历赦免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在这里说，就好像炭沾到了我们的嘴唇，会是舒服的吗？但是在这里，上主却说我们得着赦免了。上主要我们的生命是被赦免的生命，他愿意来赦免我们，他更乐意我们活在他的圣洁中，甚至他不再拿炭来沾我们的口，而是用他独生爱子的血为我们流。所以当我们每次赦免的祷告，去恳求赦免的祷告，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他为我们付上代价，他让我们得着赦免。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在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开口来祷告，我们都可以开口来恳求神的赦免，更是带出那悔改的行动。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吧。今天神的赦免要临到你的身上，开口来祷告吧。今天神的恩典要临到你的身上，他要与你来会遇，他要亲自的向你的生命来说话，他要亲自用那炭来沾你的口，他亲自的来向你说明他对你的心。我们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心意是使我们的生命要得着洁净，是使我们的生命要得着完全，是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中，当我们寻求你，主啊，当我们遇见你，当我们在你的心意当中，主，我们就再次经历那洁净，主，我们就再次经历那洁净，主，我们就再次的经历那再次经历那生命的工作，再次的经历，主啊，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做在你的身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乐意使人得着永生的主，你是乐意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福分的主，你更是乐意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生命景况的主。但在这景况中，主，我们更要说，我们要来寻求你，我们要回转向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好像那嘴唇不洁的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主，你却乐意，甚至你在新约时候不是用那炭沾我们的口，而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让相信你的人来领受这样的救恩。
是以生命换生命的救恩，是让我们的生命在每一次的祷告中，不仅是纪念，更是来体会主你赦免的心意。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再一次透过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要宣告主你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你的救恩已经临到每一个正在祷告那专心寻求你的人的身上，你的救恩就已经临到那些悔改并且以悔改的行动来归向你的人的身上。你的救恩就在人一次又一次跌落之处，主你彰显救恩之处，主你扶持，主啊你拯救，主你鼓励我们，让我们每次的祷告都充满盼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请坐。我们现在要为国家恳求保护连续的祷告。首先，我们来共读一段圣经节，大家开口同心齐声来念。首先，我劝你要为所有的人向上帝祈求、祷告、代求，为君王和所有在位的人祷告，使我们能过着安宁、和平、端正、前进的生活。为国家恳求保护连续的祷告，我们以下有几点。首先，我们求主赐下智慧给总统和执政团队，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各样局势面对疫情升温、边境开放、中国近年意图以武力及经济换台的危机中，能够做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在疫情的危机下，外交、内政、国防、防疫、医疗的应变，为了求主借着年底的地方公职大权，秉公义掌权，就是为了受困在柬埔寨的被卖的青年祷告，就是地震后的连日大雨造成的环境的隐忧，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最后，我们会以上主的平安来代替人民心中的恐惧。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全能的父上帝，你所赏赐予阮徛起的国家，现今拄着一个患难挑战，来保有新冠
肺炎疫情升温，10月13开始的国境开放，外面还有对岸军事扰乱、民事恐吓，以及用经济的各种限制刁难，造成惊吓担忧。求主赏赐高压属天的智慧，互阮的总统甲执政团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拢来做出正确判断，问题会当得到完全的解决。求主带领全体的国民拢会晓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永远活的上帝是阮的作伴，是唯一的倚靠。因为踮伫至关稳密的所在的，迄个人要徛起伫全能的阴影。如果耶和华我要讲，伊是我躲闪的所在，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我所倚靠的。因为伊要救你脱离长鸟的罗网甲毒害的瘟疫。伊要用伊的实骨安你，你要秘伫伊的实下，伊的城市是大势的盾牌。恳求主伫这波疫情以及定定的危机下面来帮衬、扶持、维护。无论是外交、内政、国防、防疫的困境中，有愿有所突破甲进展，医疗资源、能力也拢够额，无有欠缺。主上帝，伫今年11月26，我要举行地方首长甲民意代表的选举，求主公义彰显，伫这项事掌权。我真心听从这个土地甲其中的人民的候选人顺利当选，也真心真来为民服务。我也要为着受困住伫柬埔寨的青年，求主拯救因紧紧脱离匪徒的夹制，也引带因脚踏实地离开投机的陷阱。后来，我也要为着伫前几日东部花莲地区发生几落百个大小的地震。随后，还有泥沙风台外围环流连续的大雨，造成人甲财产以及环境的损伤。求主帮衬，互需要重建恢复，甲徛起安全，拢通顺时正转。最后，愿对上主来平安临在伫每一个角落，都是人心中的惊吓。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为国际守望来祷告，我们来一起来读诗篇第93篇第1节到第5节，一起来。上主掌权，他以威严为衣；上主以能力为腰带，大地坚立，不能动摇。上主啊，你的宝座自古坚立，从亘古你就存在。上主啊，深渊发出声音，洪流冲击怒吼。上主在高天统治，压倒了洪水的吼叫，胜过了海洋的浪涛。上主啊，你的法则永恒，你的殿宇神圣，世事无穷。这个圣经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掌权的主，他的法则永恒，他的殿宇神圣。虽然深渊发出声音，洪流冲击怒吼，但是上主在高天统治，他压倒洪水的吼叫，胜过海洋的浪涛，他的宝座自古坚立。我们要一起为国际情势来守望祷告，为了乌俄战争的平息，普丁可以停止动用核武威胁，盼望促成和平。为了台海以及南海还有黄海区域的安全，也为了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面对的经济危机的恐慌，同时也为了北韩试射弹道飞弹造成的威胁，还有地球暖化、温室效应，还有全球的灾难，我们要一起同声为这些国际情势，我们要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主你来看顾我们的国际形势。主啊，你是一个掌权的主，你带领我们来到
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为了国家的情势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主，主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你也赐下人类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人类没有尽好我们的责任，以至于我们国与国之间彼此征战。主啊，我们不能够掌握到主你所爱的和平。主啊，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求主你以你的公义，主来帮助这些国家，让这些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能够平息。主让这些国家的百姓，主啊，他们虽然处在战争当中，主在帮助他们的内心有平安，内心有和平。主你的看顾也与这些国家领袖同在。主要他们能够遵从主你的旨意，知道如何以和平的心来带领这个国家，来让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再征战。主你将和平放在我们的心中，将平安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主让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当中，让我们的内心有平静的心，让我们内心有平安。主你来帮助我们，来看顾我们。主也为了我们所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所以兴起许多的基督徒能够同心，为了国际的情势，为了整个地球的守护来祷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为整个医护防疫人员来祷告。特别也为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面对这一些变种的病毒不断的改变，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让他们有足够的这一些的智慧，还有防护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一起来。上主至善，他保护在患难中的子民，他照顾投靠他的人。再一次来，上主至善，他保护在患难中的子民，他照顾投靠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为了在医疗照护的这一些的人员他们在第一线他们真的是面对感染的风险那我们知道 BA.5 变种之后，最近有 BF.7， 还有就是有BQ.1.1、BQ.1.1有就是可能这几种会取代 BA.5 的变种病毒，成为未来的主流病毒。所以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疫苗的研发可能赶不上这些病毒的变化那我们恳求神来保护看顾，特别是让我们在医疗单位，我们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指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调度运作的过程当中，医疗资源的短缺等等，这一些他们要面对好多这一些的危机的处理还要面对媒体，面对这些人民在整个恐惧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保护看顾，特别是他们在第一线作战的时候给人民可以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支持不是这样的一个政党对立造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更大的压力。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同声来为这些医护防疫人员来祝福。来，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些的防疫人员，特别在面临病毒不断的变种，面临这些的病毒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让我们这些现在医疗防护这些的医生护理人员们，奉主的名，当他们在面对在高感染的环境当中，主你是他们的保护，你是他们的安全主保护看顾他们，免受一切这些的内外在的压力，这些病毒的侵袭。主恳求你施恩赐福，保守看顾他们身心灵，让他们可以得着自由，得着平安，得着健康特别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常常跟家人有这样
的近距离的接触。愿你来赐福，愿你的防护网来架起在他们的四周围，来保护看顾他们。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奉你名来，为了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我们为了这一些的第一线的医疗防护人员，主啊，他们在照顾这一些的患病的这些的同胞们，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施恩赐福，让他们在内外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面对疫情面对高风险传染的环境，主啊，求你就成为他们的保护，护卫他们，用你的恩典成为盾牌来保护看顾他们。主啊，我们在面对不断的有这些的病毒的变种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让我们的医疗单位，让全球的这些的这就是在做研发的这疫苗的单位，都能很快的领受从你来的这样的智慧，能够研发出新世代的疫苗能够让我们全世界的人民能够面对这些病毒恐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这些的第一线的医疗防护人员，让他们免于这样的感染的恐惧。愿你来施恩赐福，保护看顾，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这些医疗人员在没有办法常常跟家人有这样的一个近距离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压力，求你来施恩赐福，希望他们让他们的压力能够减轻，也让他们有健康的身心灵。我们奉主名来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为医护及防疫人员来祷告。下面，下面，谢谢。你是下一页。弟兄姐妹，我们为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与商家来祷告。下一页。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所给的不同，你们心里不要愁烦，也不要害怕。弟兄姐妹，我们为生活经济受冲击的人民与商家来祷告。在疫情及世界经济诡谲的变化下，领受从神来眼光、智慧、平安与信心，也依靠主有能力重整一切，恢复失去的工作、财务，还有关系，还有物资，还有盼望。我们同声来祷告。主必慈悲的主，疫情使我们兄弟姐妹在职场和工作方式面临多的变动跟调整，无论是在经营、收入上，或是在客户的接触，还有业务的拓展、工作的分配及主管同事的互动等。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每一个时刻能够做正确的判断跟处理。在疫情及世界经济多变化下，求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去看到你在这疫情中所带来的改变，给我们每个人领受你的恩赐、钱财、智慧、平安，依靠主你的力气重整一切，恢复失去的工作、财务、关系、物资和盼望，创造一个更美的家、教会、社会，甚至更美的世界。求主你赐平安给我们，我和你所给我们跟世人所给的不同。将求这一切排列到主面前，求你看顾，奉主耶稣的名求。主必听咱的主，疫情和阮的兄弟伫咧职场甲工作方面面对侪变动甲调整，无论伫经营上，还是收入，还是伫咧客户的接触、甲业务的拓展，甲工作的分配，以及甲主管、甲同事的互动者，求主你会当赐予阮智慧，伫每一个时刻会当做出正确的判断甲处理。伫疫情甲世界经济这侪变化中，求圣神你会当拍开阮属灵的目睭，去看伫
你伫这疫情中所带来的改变，互阮每一个人当领受你的恩赐、钱财、智慧甲平安。我靠主你的气力去重整这一切，恢复阮失去的工作、财务的甲关系、甲物资、甲愿望，创造一个更较好的家、教会、社会，甚至更较水的一个世界。求主你赏赐平安互阮，阮知这是你赏赐互阮的，甲世俗人互阮的是无共款。伫阮的心内，阮袂去烦恼，也袂去惊吓。阮将阮所求的这一切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主你看顾，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为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来祷告，来祝福。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到27节，请大家一起来宣告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教会成为一体，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我们百体就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就一同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这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互相底下来扶持，互相底下来经哦。那我们恳求神来帮助特别是让我们的肢体在面对一些的病痛有很多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要面临癌细胞的这样的征战那在整个疗程，他们身心灵，我们恳求神来医治，特别是在医疗住院的过程当中求神来帮助他们，特别是现在没有办法很正常的探视跟亲人的这样的互动，愿主来安慰、扶持、保守。特别在我们看到很多长期慢性病的过程当中，要照护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在照护的这一些的家属他们要有很大的这样的耐心、爱心能够来扶持彼此，来包容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在长期的病痛当中，他们的心情作无助的所以有时候就情绪一发他不会顾虑到旁边照顾人的辛苦。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我怜悯特别是在失去这样的亲人的安慰我们恳求神继续的保守最近有失去亲人的这些的家庭，让他们，因为这个不是短时间可以抒发、可以释放的我们恳求主圣灵来保守看顾，让他们心得安慰，让他们因着在基督里面有盼望，所以他们心可以得着安慰。他们知道他们的亲人是在哪里，他们的心就要得着安慰。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恳求你来施恩赐福，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最近有要开刀的，要开膝关节的这要在开这些车祸意外所带来伤害这些的骨骼主，我们奉你名，求你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身上。主啊，你要垂听我们2、3个人同心和祷告。主啊，你的应许就是你必垂听，你必医治，你必供应，你必赐福。主啊，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那种面对癌症的征战，面对中风复健的这个长途的旅程当中，主啊，求你施恩赐福，从天上来的这样的能力权柄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对付这些的病痛。主啊，我们奉你名恳求你施恩赐福，特别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长期的照顾过程当中，那种情绪一来导致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嫌隙跟伤害，求你来施恩赐福，保护看顾。失去亲人的，求你来安慰他们，
让他们心得着抚平。主啊，我们奉你名，我们在肢体同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感同身受这样的一个同理。愿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最近有好多这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住院的，在做长期的复健的，或者是在面对整个这些的癌症的疗程，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到他们痛苦，只有主你知道，因为你为他们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是献上你自己的生命，求你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的身上。不管是在最近开刀了，又或是将要开刀的在疗程的过程当中，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这些的病痛的折磨。奉你的名来祝福，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整个这一些家庭的照护这些长期软弱的病患的当中，主啊，他们要面对患者的情绪，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主啊，求你来保护看顾他们的心，胜过保护一切。主，我们也奉你名来祝福，让这些失丧亲人的家庭，主啊，因着信靠你，因着对你有盼望，所以他们的心可以得着安慰。愿你也帮助他们还没有得着救恩的，让他们快快的来寻求你，如入渴慕溪水一样来寻求你，抓住你的救恩，快跑来跟随你。愿你来施恩赐福在这些的家庭当中，让他们也能够有心存盼望，有一天能够在天上与家人相见。愿你来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继续，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神既然来赐福、来医治、来恢复我们，我们就是一群被神所呼召、被神叫出来的。叫出来要做什么？就是我们聚集起来，我们要来建立神的身体。既然神说他是我们的头，我们互相为肢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一起来领受，一起来建造教会。建造教会做什么？建造教会，我们除了彼此关心带祷，在有需要的人生病失丧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扶持，然后我们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大使命，我们就是要来彼此同心合一来建造教会，就像医院使人得着医治，教会也像学校，我们被训练，教会也像是军队，我们要一起被主建造成为基督的精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在57年前有一群属神的我们的属灵的前辈，他们被呼召出来，在这个地方建立起这个教会，要成为这社区福音的出口。我们站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或许在线上，你或许在教会的哪一个角落正坐着要祷告，是因为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透过祷告，我们能够经历我们教会里，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着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恳求神，恳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来请。我又祈求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建立教会不是因为我们的拼命，乃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跟合一，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好不好？我们一起为我们灵命更新，为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为宣教中心33号以及验收能够顺利，领袖列车，我们这些装备，我们的献堂，在30号的一切庆典，在礼拜6我们有一个福音的出口，花艺的见证会。主愿这样子
我们的教会有基督的香味，真的是成为这吸引这社区的人进来，让社区跟牧区能够连接，我们赢得灵魂。也为11月将受洗的弟兄姐妹求神预备他们的信心，为新选出来的长子以及我们的协会的理监事志工大队，我们的干部，我们都被神装备起来。我们从祷告来开始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开口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为教会祷告。主啊，我们第一件事情，主啊，就是我们要来悔改。主啊，有许多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信心不足。主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主啊，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办法为办法。主啊，我们自己的想法为想法。但主啊，你就让我们这样的肢体里，我们没有办法合一。主啊，我们甚至有很多的意见。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恢复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重新合一起来。主，我们仰望主。主啊，以你为我们的教会的元首。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主啊，我们将你尊主为大。主啊，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奉你的名，那些结党纷争的，主啊，那些拒绝、排斥、比较的，不懂得如何彼此相爱、包容、尊荣、搭配的，主啊，我们恳求你奉你的名，主，我们要恳求你圣灵所赐给我们有合一的心，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不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的生命，主啊，来献给你，主啊，恳求你让我们自己来开始，主，仰望你，谢谢主赐下那个主啊从你那里来的力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主啊，被你来医治，主啊，不是我们个人的身体被医治而已，主啊，在这个教会曾经有那个撕裂的，主，你要来医治，主，谢谢你，你让我们彼此之间合而为一，主啊，百体各按各职，主啊，按着主我们身体的功能，主彼此来连接，谢谢主，主，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迦南基督长老教会，主啊，就是主你的教会，主啊，在这里57年，今年我们要一起起来。我们走倒，我们一起起来走出去，走入人的心。主，我们要一起起来。主，我们至少我们要重新合一。主，在这个教会过去可能有的伤害，主啊，有的分裂，主啊，你在我们当中，圣灵，主，我们恳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这个教会那个祷告祭坛的火，我们都回到主祷告当中，主啊，让你的圣灵，主啊，真的是除灭掉我们的不合神心意的，让我们那个裂痕，主，在你的里面，我们再能够复合起来，主啊，我们能够再一次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愿我们所做的，主能够容神一人。主，迦南教会你是头，主啊，你是我们的元帅，主，我们愿意跟随你，是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是你为我们来征战，主，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主啊，使这世代福音从迦南教会出去广传，主，因为你不要有一个人沉沦，你乃要人人都能够得救。愿这个地方祷告的祭坛的火，主啊，真的是在每一个家，每一个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家庭有祭坛，我们公司里面有祭坛，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哪里，主啊，你将这个祭坛的火真的是分赐到主你所爱的每一个地方，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主，愿我们的生命被你火热起来，主啊，愿我们所做的，主啊，真的是让你的教会，主啊，圣名被高举，主啊，在黑暗中我们是灯塔，因为主你就是光，光来了黑暗就不在。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不只是为我们教会的群体，为我们这信仰群体祷告，我们更是也要为我们个人被兴起，成为一个守望者来祷告。我们最近读到以斯拉记，我们真是看见上帝的话语从未改变，因为他所兴起的守望者一代接着一代。我们如今领受这个棒子，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请。他是力量给疲乏的人，他是力气给困倦的人。年轻人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会精疲力尽。
但是依靠上主的人，充沛的精力源源不绝。他们会像老鹰一样张开翅膀，他们奔跑不疲乏，他们行走不困倦。我们能够精力充沛、源源不绝，是因为赏赐我们这精力是从那源源不绝的主。我们能够像老鹰张开翅膀，是因为圣灵带着我们顺着那个风，顺着那个圣灵吹拂的方向，我们顺风，我们就在那风当中，我们就在圣灵的同在当中，我们就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被兴起来祷告，迎接神荣耀的作为在我们当中。面对神荣耀的作为，我们要拒绝一切来自撒旦的谎言、诡计、控告、苦毒，来自我们内心里面的软弱。我们恳求主要破碎，恳求主要捆绑，要让这一些不属神的思想意念离开我们当中。我们要求主来兴起代祷的勇士，在各个阶段，在各个地方，不论今天我们在线上还是在实体，恳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让我们顺服主的主权。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基督徒被兴起来祷告，为基督徒的灵命强盛来祷告，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做光做盐开口。我们开口来祷告。主耶稣，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心意是要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的心意是要你的百姓成为那刚强壮胆的。主，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那个软弱疲乏困倦当中，我们仍然能够重新得力，因为这源源不绝的能力，源源不绝的智慧，源源不绝的从主来的心意，从主来的爱，要充满在你的儿女当中，要充满在世代的基督徒当中。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你的心意，就要捆绑那些不属神的思想意念离开我们当中，就更是赏赐从你来真理的话语，要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让我们来迎接神你荣耀的作为。你的心意是要叫人成圣，你的心意是要叫人得胜。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破除一切不属神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破除神那个过去的伤痕，就离开我们当中，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赏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再一次来对准主你的心意，让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再一次的来寻求神你的声音，让我们透过祷告再次来核对主你的话语里面每一句应许都是是的。主，你让每一个基督徒透过祷告，我们不仅是来领受主你的心意，我们也更是成为那守望者，守望你的弟兄姐妹，守望在这个世代当中。主啊，好像你在以斯拉记里面那美好的心意，早就透过世世代代的先知，不仅是说预言，更是亲身参与其中，为要见你的容面，为要见你的荣耀，为要参与在与主同工同行的道路当中。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仍然兴起，不论在线上，不论在现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寻求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在这个世代放下的意向，更是你在这个世代要兴起的弟兄姐妹。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就破碎那一切不属神的思想，你就破除那一切耳语，那一切谎言，那一切不是从你来的声音。主啊，你就坚固我们的心在你真理的话语里面，因为这信心是从你来的，这话语是从你来的，这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源源不绝的原因的源头在于这位永生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被主来坚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再次来唱这首歌。主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还
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一起来拍手，冲出去我心中所有的话语，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握住。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退缩也不害不怕，动摇也不放弃，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一起来拍手。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冲出去我心中所有的话语，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握住。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按照主你的心意，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一起来宣告，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再一次来，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行。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主，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弟兄姐妹，今天的灵修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遇到困难的时候，神感动大流士，然后他去翻阅之前塞鲁士所下的命令，然后呢，这些拦阻的人，这些河西的省长，他们要付出什么加倍的
每一天要供应什么？供应要献祭的这一些的礼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停工之后，因祸得福啊，加倍的恩典，甚至这些仇敌要付上更多的代价。弟兄姐妹，不动摇的信心，就必看见什么？看见神大大的赐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你是翻转困境成为顺境的神。主啊，你是让人在面对挑战缺乏的过程当中，你加倍赐下你的福的神。谢谢主，让我们用不动摇的信心来支取你属天的能力，属天的一切的资源，因为你是使无变有的神，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神，因为你是使逆境变为顺境的神，因为你是使危机变为转机的神。谢谢主，让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就必看见神机奇事随着我们。愿你的恩典慈爱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的救赎与我们同在，透过你的教会，成为你施恩这城市社区的管道。愿主圣灵大大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更有火热心，同心合一来祷告，就看见神你的大能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我们生命，充满在我们每个家庭。同心和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彼此来祝，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请坐。